我上会签票路，请下 QG 登记表。请问我上会签招呼软件条路，唔知好签么？意思是，政府列下请鼓励民众做照护服务员，芯片唔系唯一，专业老技术正系第一。列下是有当到谁来的照护服务员，对个人是服务。请问有相关嘅证照么？冇呢。唔怕。你做得参加相关嘅职训课程，拿到培训证书，但系普通你去考证照。请问你考场会签么？我看你有满45岁吗？有哦。你符合中国人特定身份嘅参选资格。经过审查符合嘅人，政府补助全部嘅训练费。安好，是梦姨，我写好了条表格，将那本意。好，听落来，唔是条件。看了请警察，列下案例先来认识一下，记者重要嘅意思，大家记得爱听你眼么？照服人，照服人。照服员，照服员是简称，完整的说法是照顾服务员，照顾服务员，照顾服务员。鼓励，鼓励，鼓励，民众，民众，民众。证照，证照，证照。培训证书。培训证书，培训证书。葡萄，葡萄，辅导。训练费，训练费，训练费。接下来我们来学这些常用到的句型。你做得参加相关嘅职训课程。你做得参加相关嘅职训课程。您可以参加相关的职训课程。你做得，你做得，您可以参加，参加，参加。相关嘅，相关嘅，相关的。职训课程，职训课程，职训课程。你做得参加相关嘅职训课程。你做得参加相关嘅职训课程，您可以参加相关的职训课程。我看你有满45岁吗？我看你有满45岁吗？要看您有满45岁了没？我看你，我看你，要看您有满，有满，有满。45岁，45岁，45岁。忙，忙了没？忙这个字在客语中，我们可以理解为华语的什么什么了没。例如，你是饱吗？就是您吃饱了没？我看你有满45岁吗？我看你有满45岁吗？要看您有满45岁了没？